即摆上届热门的电视剧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》，我的大家哪会这呢啊可爱，这呢啊高水，真趣味，真新鲜。这个电视剧的团队第一届到台南举办见面会，来自大镇正热情的乡亲，想要看演员的风采。我大家所有演员拢来啊！台南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婆婆钟欣凌。现场够侪人，南部日头无多阻挡戏迷热情，大家想尽要来看演员的风采。热门电视剧我大家来接古水，收视率是愈来愈悬。剧组团队头一摆来到台南举办戏迷见面会，来到拍片的所在，上爱难忘是美心。我们就吃遍了台南的那个萨巴鱼啊，然后大卤面啊，等等的，很好吃。拍片期间有真侪回忆，剧中灵魂人物钟欣凌讲到这摆甲少年演员拍戏的感觉。记得我跟大美对戏的第一天，我就说大美你好强，她说不要，你心姐不要，我说你真的好强，就是我跟她对戏，觉得不要害怕，佩玲不要，会觉得我不能 NG， 不然我就输了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就觉得哦，会这个对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斗志会起来呢。我的大家来接古水，剧情的内容接近百姓的生活，演员表现出台湾家庭各种的生活形态，让观众得到共鸣。对着将来剧情发展嘛，真有兴趣。